大家好，我是大哥闹，有土是有财二，控窑韩国西演唱会，8月29号礼拜三晚上8点，在华山的 Lexi 哦。我们演出的阵容有王敬觉、王静雅、达卡闹、高贤志、许慧莹、刘荣昌，哦，还有特别来宾叫做陈明章，还有欢山亮。有土是有财二。控窑韩国西演唱会中啊，我将为大家来唱啊，当然这个合集里面的歌，譬如说娃娃一打乱，哦，在公寮的小孩，还有一首叫做亲爱的漂流木，哦，这2首歌。当然那一天我还会唱另外1首歌啦，啊，不过我先不要讲，让大家能够期待。那我最期待的歌手。那当然就是王静杰，那还有谁呢？阿杰加油啊，静杰啊！希望大家那天啊，大家能够一起来听我们唱歌，谢谢大家啊！如果你要购票的话，请上年代售票系统，欢迎你们来，谢谢。